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，手路菜要带大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。做过来食这间餐厅店里上出名的看板，就是纸包鸡，就是甲无骨的鸡腿肉，特别用酱料馅的，包藏虾，也有竹虾做的纸，落鼎去煎。要煎出来，这鸡肉是袂油，鸡拢全肉汤。这出菜60年代伫咧香港会当讲真时行。即马无论是咧台湾或者是香港餐厅，拢已经真罕去看。头家本地是香港人，30年前搬来到台湾大开餐厅，营造这款纸包鸡的料理，佮甲一寡手路菜参新的创意，互食食客特别爱滋味。纸箩啊，甲包油鸡肉，甲落油鼎，干那安尼甲浸着，还阁无够，头家还阁伫个顶悬刷咧甲燃油。这爱用大火甲煎5分钟，安尼肉才煎会倒。甲这个鸡肉含纸拢做伙落鼎，伊的好处就是讲，安尼若是肉煎起来都袂油腻腻，安尼鸡汁的青甜拢加伫个鸡肉内底。为什么用预扣子呢？它本身是比较内。把这个内热的，而且把这个油隔掉，把这个原味放在里面。纸包鸡有吃过吗？有。我教你吃好不好？我们先打开，其实不能吃的。纸箩我一个甲吐开，这个芳香香的芳开都安尼大片挖来。这款做法煎出的鸡腿肉，看着真水色。肉幼腻，还佫通食到葱头的甜味。酱汁很入味，然后味道很浓郁，然后整个吃起来的感觉不会柴，然后蛮嫩的，蛮好吃的。这道招牌手路菜纸包鸡是60年代香港正时行的料理，一般的餐厅已经真学咧看会到。伊干那这个酱汁内底都用10多种料。我们把这个鸡肉先放下去腌制。青无骨的鸡腿肉，来甲放这个沙茶酱、豆子、蚵仔油，还佫有土豆酱，做伙甲敲入这个酱汁内底，互鸡肉安尼豆豆啊入味。把它炒均匀。甲腌2点钟了后，这道冻焖的酱汁就完全灌入去鸡肉内底。刷落来，佮甲这个生好的鸡腿肉含葱头做伙，甲落入去这个用竹仔做的玉口纸内底，甲落啊脆甲封条咧，才佮落鼎落去煎。张明是香港人，伊16岁就来学做食的，伊对师啊安尼劳心苦俭，做甲餐厅的刀子大师。伫个30年前，朋友咧烧招，带因某来台湾定居发展。朋友就是一起觉得台湾也 OK 啊，很接近我们的文化各方面嘛，就过来刚刚就在餐厅里面、饭店里面工作。伫个台湾定居了后，14年前，伊甲朋友的餐厅甲拍落来，家己做头家，开这个广东菜馆，要甲一路一路香港的单点手路菜甲捧上岛。他是很完美一个人，很多东西也很坚持。一个菜做得好的，他也很完美才给我端出来。张明，伊无要互好滋味来失传，佮真用心面煎落去做，来呈现这个纸包鸡的好滋味。嘛要互这款传统的单点菜路有创意，互这个功夫手路菜是安尼红狒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